家我哋會做一個身體掃描練習，練習嘅意向係培育對身體感覺嘅覺察。而家容讓身體慢慢靜落嚟，按你呢一刻嘅需要，你可以選擇坐響度，又或者瞓響度。你可以選擇合埋雙眼，或者輕輕望住一點。感覺一下身體同凳或者床接觸嘅感覺，隨住呼吸，讓身體慢慢沉落張凳或者床嗰度，感受凳或者床承托住身體嘅感覺。而家慢慢將注意力帶到左腳，觀察一下左腳有咩感覺。由左腳趾一路到左小腿、膝頭哥、左大髀，係凍定熱嘅？鬆定緊嘅？或者係痕嘅、痛嘅，或者冇咩感覺？純粹去觀察，唔需要製造或者改變感覺。你可以溫柔咁同自己講，呢一刻有呢一啲感覺。而家慢慢將注意力帶到去右腳，好奇咁留意一下右腳有咩感覺。由右腳趾一路到右小腿、膝頭哥、右大髀，有咩感覺呢？溫柔咁觀察，唔需要製造或者改變感覺，如實咁知道呢一刻有呢啲感覺就可以啦。如果留意到心游走咗，唔需要批評自己，只要留意到心游走咗，然後溫柔咁將注意力帶返去觀察緊嘅身體部分就可以啦。而家慢慢將注意力帶到去臀部、腹部、腰部、胸膛同背脊。呢一刻有咩感覺呢？可能係有啲部分鬆啲，有啲部分緊啲，可能係隨住呼吸嘅一起一伏、一脹一縮，好奇咁觀察感覺嘅出現同消失，唔需要去趕走感覺或者留住啲感覺。如果有唔舒服嘅感覺，你可以選擇繼續溫柔咁感受佢，又或者可以有意識咁調整一下身體去照顧呢個感覺。而家慢慢將注意力帶到去左手，由左手指一路到手腕、手臂，呢一刻有咩感覺？留意明顯同唔明顯嘅感覺，
純粹去觀察，唔需要製造或者改變感覺。你可以溫柔咁同自己講，呢一刻有呢啲感覺。而家慢慢將注意力帶到右手，由右手指一路到手腕、手臂，呢一刻有咩感覺？溫柔咁觀察，如實咁接納呢一刻嘅感覺。而家將注意力帶到去膊頭，膊頭時時都為我哋孭咗好多重擔，讓我哋花啲時間去感受佢，多謝佢，好奇咁感受下左邊同右邊膊頭嘅感覺，有咩唔同呢？而家將注意力帶到去頸、面同埋頭，留意皮膚、肌肉嘅感覺。呢一刻嘅面部表情，好奇咁觀察、感受。可能係有啲部分鬆啲，有啲部分緊啲。好奇咁觀察感覺嘅出現同消失，唔需要去趕走感覺或者留住啲感覺。而家將注意力擴展到整個身體，感受整個身體嘅感覺，感受呢一刻整個身體一呼一吸嘅感覺。好，練習去到尾聲啦。當你聽到鐘聲之後，可以慢慢打開眼，按你呢一刻嘅需要伸展一下，完結今次嘅練習。唔需要心急，你可以多謝自己願意花時間同身體溝通，去照顧自己。